美国是导弹袭击还是天外来客？就在3月17号上午，美国东部好几个州的居民可被吓得不轻。天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跟爆炸一模一样，窗户都在抖，房子都在晃。不少人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一个大火球拖着长尾巴从天上划过，速度贼快。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完了，美国本土是不是被导弹袭击了？毕竟现在中东那边局势紧张，各种猜测满天飞，报警电话都被打爆了，学校企业都吓得暂停活动了。结果虚惊一场，美国宇航局 NASA 赶紧出来澄清了，说那根本不是导弹，是一块来自太空的陨石，足足有7吨重。这大家伙在离地面80公里的高空，以每小时7万多公里的速度飞，最后在俄亥俄州上空解体了。解体的时候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0吨炸药爆炸，怪不得动静这么大。要我说，这事儿虽然是个乌龙，但也挺有意思的，说明咱们头顶上的太空还真不是那么风平浪静。